我俩身影哈第一摆出国，我以前从来唔想想过要出国，我就亲记得我爸人讲一句话，叫做讲阿孙诶，自家出去哦安全哦，我是看唔到，应该是家系生意在位哦。我上边人去的时候，附近全部凑喺做喺外国人，几时人怎么开始紧张？佢想讲，我用嘅老人讲法，我已经英文就唔会讲了。几时我就对我爸讲嘅嘛意思诶？佢说真金无人我真古董哦，全部要靠自家。其实我是想法当简单，我做要对朋友，我做腾出来，没唔敢排斥人讲，讲讲本人写完啊，我就是家就整出来。所以讲啊，吼，其实他家唔抵我嘅现在。我大学毕业也没有真的自己很想出国念书，是我妈妈希望我去念硕士。结果她竟然就说她跟我去，你就会觉得改变很大。从有车、有一份工作到什么都放下去读书，对她来讲跟我都是一个很新的挑战。我嗰時候青島嘅時間，我一下做本16、17，佢按到台灣人嘅，佢要愛食台灣菜，已經唔曉做，我就想講，哎呦，你也做就做哦。我做一開始嘅時間，我就煮飯本他家食，薯條嘅錢，我就天然就做高氣嘅。把買當多東西賺到，又唔判得佢事前抽查嘅呀，就用2台、6台那種卡的，2片10公斤，那種開燈裝，跟外國人看就是緊張。我咩唔驚講人家用嘅看，我做嘅生法，我唔用嘅生法下去。他是一個很積極的人，然後他也會把那樣子的生命特質很自然的流露出来给我看到，然后我知道如果没有他，我也不会在英国那么久。我们2个是互相牵绊才留在英国的，并不是我们本来对人生的人生规划，可是却好像也造就了2个不一样的生命蓝图。我自家嘅規劃係咁樣啦，嚇，差唔多其實唔使做專業嘅，我自家啲啊，嚇，一片擘開做好，做有一隻種唔好就辛苦啊，就心理痛苦啊，因為啊冇人聽書，一片人啊，做自家講自家，唔愛親朋友咩親唔到，唔愛做媽咩做唔到。所以講，爭出嘅我就想，韓版唔管樣嘅我做專業。因為哦，第一片嘅生活，空氣則個好，風景則個正，記住唔係硬嘅。